好，来继续来到新竹竹北市的溪州路，来看这个真罕古、阁真危险的画面。就伫咧道路中，竟然有一个小朋友用双脚咧背这个三轮车，后壁是挡一排的车，等。啊，是好哩加载，有热心的驾驶用车辆来护送这小男童，甲带到路边去休困。啊，讲这个囡仔的家长会去互开单罚款。一个查甫囡仔伫大路咧耍伊的囡仔车，伊双支脚袂输拉牙伫行路。这个囡仔好亲像发现讲无对人，回头一个看，大家当作讲伊要停落来，想袂到伊敢若看一个尔，佮继续后壁规排车拢挡掉咧。开始滑到这中间，告知下班，车子很多，堵住那个路口，我们冲出去看，对面的一个小妹妹就把她扶到旁边，护送她到我们这个门口来，反正蛮危险的，就是那个几个年轻人开轿车的把她给慢慢的引导。代志发生伫昨下晡新竹县竹北的溪州路，当时是下课时间，车流量真大，而且后壁还有游览车，本来被挡掉的乌多摆呢，安尼两过了后，这查甫囡仔嘛惊到有冻点。那很危险啊，那么小如果是轿车可能还看得到它，那如果是大卡车的话，可能它就拜拜了。加在当时有一台车甲挡掉咧，若无后壁若是大只车恐惊，因为有死角会造成悲剧。原警到现场的时，这个查甫囡仔已经有热心的乡亲伫甲告啊。行为已涉及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78条第1项第4款之规定，行人于交通频繁道路西游奔跑，足以影响交通安全者，可处罚新台币500元罚款。加在即摆无发生意外，是讲这个查甫囡仔违规的行为，真正互这个驾驶朋友惊甲流性汗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